像咱台湾吼，英国比如讲有荷兰人吼，迄个西班牙人来到这个所在，因为什么物件是留伫咱台湾的？因为荷兰甲西班牙因伫咱台湾的时间较短，来人人数嘛真少，因主要是因为因拢是迄个时阵你讲尤其西班牙人，伊是为迄个美酒的物啊因的美酒的是种迄个，伊讲因的农作物为美酒啊摕转去欧洲，佫摕转来东南亚甲咱台湾食，所以咱即马食着足济物啊就是你拄讲的香蕉啊，这是美酒的咱讲的迄个番麦美酒的咱讲食迄咱讲马铃薯美酒的，足济你讲咱食迄托马多美酒的，足济拢是你伊那时阵就透过因西班牙迄个嘛带来咱台湾了呢。比如讲咱食迄个荷兰豆迄个是荷兰，你看名仔知影迄是荷兰人带入来，因为迄个荷兰豆伊华语叫做豌豆啦迄是较早迄个芳村内底，另外爱炸一寡菜食的菜，有会搭的有两种，搭的伊就是要食之前爱泡水泡软因为你接触爱食菜，无你会是讲即讲对身体欠迄个维他命 C 嘛嘛有你若有较大的阵因为所在就在种迄个种迄个荷兰豆伊发出来迄个说个你也较好个人，一阵一较好的胃你有法度食到新鲜的菜咱外来文化真济比如包括荷兰时代，有人你知因来坐船一定要有青菜，所以讲荷兰豆。毋是一干荷兰豆尔，因包括维他命咱会种咧啥？会食迄个桔啦、番茄啦，足细粒迄种番茄啦所以你看是讲，咱台就开始种，开始毋知啥，种了各种料理无共的，慢慢拢用入来。所以你历史来去慢慢去注意去看有当奇怪，足侪物件可能本来是当原住民无的，是讲这个中国这边无的，咱台都慢慢发展出来，甚至可能就是今仔日才开始发扬光大。其中我做去一个啦因为伫迄个荷兰甲西班牙，大家爱基督教嘛，爱食迄个圣餐，阮爱啉葡萄酒，你知葡萄酒无可能外销，伊爱家己种。葡萄酒你啥算是迄个啥？毋是用迄个啥糊的，毋是装料，所以一般拢在地做啦。这真侪物件本来中国应该是无的，咱台湾才开始悟出来。所以这变讲真济会当，互历史研究的人，还是文化研究的人，开时间去研究，这慢慢去拓开。因为亲到咱台湾或是讲有经过这日本时代，所以受到这日本的影响更较大。安尼老师安尼受到日本影响，才会食面对我拄则讲到迄款茶鱼口味的汤头以外，还有其他的无？因为咱日本伫咱台湾统治台湾50年嘛日本一个较特别的所在因除了讲伊有摕到咱讲日本料理因叫做和食伊嘛有西洋的物因叫做洋食就是因有，所以讲比如讲因咱即马食日本的物咱讲沙西米啦，一寡寿司啦足济因留落来因嘛有为迄个西洋的带入来譬如讲咱的红茶、咖啡咱的迄个冰淇淋这拢是迄个是日本都摕入咱台湾啦刨冰嘛是日本引入来安尼。我想讲刨冰是台湾本地这个料，就是南方做的，是台湾味的。当然，咱台湾的比伊较丰富。你若食个日本的刨冰你会感觉伊较简单安尼，因为拢伊咧食拢是用泥色的物简单安尼。咱台湾的刨冰是够厉害咱所有物拢会使坑做伙安尼尤其咱台湾较早。你看，较早日本人多来时因为咱台湾向无边角嘛边角是尾啊，甲有法度用冷冻甲边角。迄阵上头是日本多来时咱台湾人若有的人，比较较好嘅人要食刨冰迄是为边角为日本人载过来，用船咧载过来。这真著名历史安尼。所以其实讲到食咱看到规个历史的变动、生活变动，还有文化一个变动。咱头拄则讲到这个荷兰、西班牙、日本，还个中国。上重要，佫一个就是讲迄个对着迄个国民政府了后，来到台湾这个所在将中国各每一个省份因遐特殊的这菜色拢早来到台湾。真侪人拢靠这开足侪迄款因家乡菜迄餐厅听讲这内面其中真侪美角是，我感觉这你再来讲，咱来讲先讲
你讲点心哦，咱讲点心嘛，你讲小吃啦吼。你这一寡移民的，你若去一个所在吼，普通你去个所在啊，你譬如讲你要哪靠什么生活？啊，有诶，伊拢想去卖因家乡的物啊。我细汉就听人去街人去卖哦，山东馒头，迄种开始这个物啊。哦，因为来咱台湾。啊，有就开始人卖，阮家人真系卖水饺，因为家人真侪山东人吼，哎，就水饺安尼，啊做一个卖安尼，啊卖开始有迄个种加迄个迄个咱讲烧饼油条啦吼，对，馒头吼，这开始拢出来安尼吼。啊，过来是你讲是甲，你讲什么菜哦，是什么四川菜啦，是讲什么较好的江浙菜吼，迄大部分拢是，伊讲是因为较早因咧入来咱台湾遮吼，有诶真侪人，比如讲因咧本来就有钱啊，尾来敢加有。这种讲法哈，因为家道中落哦，啊出来迄个家庭的迄个厨师吼，啊怎啊家己落去开店，去开餐厅，哦，所以就为因迄个县的料理吼，啊就留在咱台湾，啊因为咱台湾现在个经济较好去发展嘛吼，啊你若有人食，啊伊来愈做愈好，愈做愈好，啊就变成咱台湾，哇，这个遮县的所在有中国较侪县的菜，咱台湾拢有。啊，搁一点来讲，是讲咱台湾，因为咱台湾较早拢是食米的嘛，因为咱产米嘛，咱虽然嘛会使种迄个麦啊，不过食少安尼吼，咱主要拢是食米。啊，像咱甲即马食米甲食米甲食饭的人，其实食米甲食米的人其实差无偌济呢。对。咱有段时间讲，啊，咱来食饭甲会饱，啊若食米甲袂饱，我安尼讲嘛吼。啊，像咱台湾即摆其实有较侪人食米吼，迄嘛是甲伊咧，因为就是像迄阵战后因的人过来吼，啊，伊有遮侪北方的因都食米的人，啊，搁迄个时间吼，拄咱政府吼，敢若世界是美国的因的迄个小麦吼，即讲。生产伤济安尼吼，啊去全世界拢去推销吼，啊去做米粉无啊，因为较早是讲定来送嘛，有来送咱米粉嘛吼，啊所以迄阵啊咱台湾讲，因为知影讲咱若是要外销吼，因为米较贵，较好价，啊咱就米甲做外销，啊买了米粉入来，吼啊就政府就鼓励讲啊，恁大家爱食米啦吼，伊讲是米侪营养的，为是你家己现在慢慢学袂讲吼，伊讲这食米的人食较老啦吼，来讲安尼吼。啊，就鼓励咱大家食面。啊，个我拄仔讲，伊咧有真侪，就是讲外省人的北方嘅食面的人哦。啊，个米粉就合作伙哦，哦，咱台湾食面的人愈来愈济安尼。大家即马炒一半，食面甲食米的人。